编号第1号，今仔日我要介绍的题目是阮学校的图书馆。亲爱的朋友，恁敢知影？我一个囡仔屁，去哪下课上爱座位对位才会欢喜。甲恁报告来讲起，就是阮学校的图书馆啦。我头爱甲同学来遮佚佗，也是看册。毋过，上届去意外的所在是，因为即间图书馆伫阮学校空气流通、光线上好的二楼，毋但笑气高舒适，也有亲像袂强的册架，更加是我的最爱。尤其是馆内的册，是细甲若鸟仔毛。特别的是，这个册也有个性、可爱色，真爱甲我按国家美小册。所以，逐摆要找册时，我会常常招我的同学来表一个输赢，看啥人先找一本以后迄本册。我的同学真厉害，常常一透我就找到啦。输人输阵的我，这时阵就会看伊来发表、小录，看啥人录较赢。上侪我调理调位办垃圾。算盘叠甲顶搭拄着规，阮伫图书馆内底走甲屁惨，进去才袂着后悔，算甲大会汗、洗会汗，煞互个图书馆的阿姨大声话，那囡仔人真搞怪，不想教，哭哭走，拍车咧车阮兜，图书馆内底袂使哭哭吼。袂使咻咻走，安尼影响着别人，一定爱甲恁登记落来，甲互恁导师甲你核发。这个时阵，阮就变巧，拍伫木星帮宾馆，今仔日真个看册，等甲志工阿姨转去伊的位，阮就伫房仔宾馆靠服务。历史是细见到共款，细到头晕满天。全金条，你说他无半条就甘愿停困。上心实的是，佫一群1年的小弟小妹，也对阮拍起恁来联系，加算过头，等下个互男的，今仔无意，今仔咧找册，无丢伫，煞找着我上爱看的网架，或者怪医金博士，自迄阵开始。我常常跳出无读无册，愈读愈册的晃动，真都感觉运动真趣味。阮学校的图书馆，较早是我佚佗的好所在，即马却是我吸收知识的好宝地。阮学校的图书馆有影确实赞，欢迎大家来遮行搭，互我陪恁来册报哦。拜颜色。